台湾王家珍总集顺以一分叫当年所有环境艺术规律，目前也伫家护病房急救，甚至外关市的环境传出精神出状况，像外省人员的餐点为例。议员希望市府关心相关基层环境的状况甲人力负担，嘛进一步关心发生女大学生命案的大潭派出所区域，将正式刷轮派出所议案。要求人力甲预算到位，顾虑到基层员警他们的辛苦，在派出所必要的增设的时候，我们就让他多增设一所派出所。各位知道，对我们民众乡亲来讲，大官我们见不到，我们最常见到的都是最基层的派出所的所长啊、副所长啊，这些跟我们有往来的警察大人。而且我要再三的叮咛局长，请我们基层员警，因为你们在第一线，因为你们最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政府施政到底是不是关心了百姓。那这里本来在武东段就有一块消防局的用地，那现在同意我们警察局跟消防局来共构。那消防局盖消防分队，我们是盖派出所。300坪的用地，对吧？这个用地是329地号。坪数呢有多大？3305地坪。议员王家珍总集顺以 Karen 作为主题，除了关心照顾基层环境，嘛将焦点锁定市民的忧症，甲因为疫情或是疾病等压力造成的精神负担。会中议员肯定阿兰病院设立全台湾第一座忧症关怀中心，所以要求市长多多关心。积极一点，更具体一点，来关心世纪疾病，来关心我们人在一生当中可能都会得过一次忧郁症，或者躁，或者郁，然后产生心情上的 down。造成我们脑部很多讯息的紊乱，伤害自己，甚至产生对他人的伤害。去理解一下，像市长，您是一个大概自己不可能忧郁，你可能是让别人忧郁的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市长关心一下忧郁症议题好吗？提名你忧郁吗？明年选举你忧郁吗？你那个忧郁不是你在忧郁吧？预算、争取建设、跟民众沟通，像刚刚民众要来抗议，每一件事情你都有值得我们来这个要帮民众解决。那暂时解决不了就会忧郁啊，担心啊，所以也是蛮多。他担心叫做忧郁吗？他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做忧郁症的病人？市长有去忧郁症中心去参观，有去参观过是吧？对，所以那个安南医院的忧郁症中心其实也蛮努力在扩展更多的业务，那包含了苏副院长，他本身就是忧郁症的专家，苏冠斌苏副院长，没错，所以谢谢他们。不单纯只有药物，还有心理治疗。那我们在台南我们有51个可以心理咨商的一个据点。没问题啦。没错。现代人面对忧郁症的威胁，议员王家珍嘛替市民有需要看专业的身心咨询来请病，要求卫生局一定要落实市民一档2摆免费咨询，并是让市民更爱加开钱看身心科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刘品言采访报道。